後每週五間的 talent show 才藝表演如期登場，延續一貫輕鬆的校園氛圍。師生彼此支持、鼓勵，為學生提供常態性的公開演出平台，讓每一份才華都能在舞台上閃耀，每一次表演都能積累成長的力量。本輪 talent show 匯集語言與音樂的雙重魅力，合唱團與英文朗誦參賽者相繼登場，帶來一場充滿感染力的視聽盛宴。率先登場的是即將於4月12日參加學界比賽的合唱團成員們。在指揮老師的帶領下，同學們整齊劃一、精神煥發，以和諧悅耳的和聲演繹了充滿正能量的經典曲目。歌聲清澈嘹亮、溫暖動人，統一的音色與默契的配合，不僅展現了合唱團紮實的演唱功底，更傳遞出團結協作的精神力量，提前為學界比賽蓄力，也讓現場觀眾感受到了音樂帶來的治癒與震撼。緊接着，校內英文朗誦比賽的參賽者接續登場，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語言盛宴。同學們精神飽滿，儀態端莊，以標準流暢的發音、飽含情感的語調演繹經典英文篇章。他們眼神堅定，表達真摯，將文字裡的溫情與力量透過聲音傳遞給現場每一位觀眾。演出中既展現了對經典的敬仰，也保留了屬於兒童的獨特詮釋，以語言的力量呈現出良好的英文素養與舞台表現力。每一段朗誦結束，現場都響起陣陣掌聲。現場觀演師生沉浸期間，紛紛為參演同學的精彩表現點讚。大家表示，每一次 talent show 都能帶來不一樣的驚喜，不僅豐富了5間校園生活，更見證了同學們的成長與進步。talent show 將繼續敞開舞台，讓每週5的5間都成為綻放自信、釋放才華的快樂時光。